三德里即马是强烈风台，可能是会对高雄来定陆。这路线是参47当前造成高雄严重死伤的赛洛马风台是马港。高雄港即马是看状况会限时出港，也是讲会来封港。也若今仔日海墘啊风影是有变大，民众若阵违规挖金是会开发的。也毋过呢，嘛有人是为着防灾跋落水圳，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。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，讲3次很重要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一直叫市民风台期间较莫出外，因为先叫强烈风台的三道二对南部地区来讲，差不多是伫厝门口。定陆时阵，高雄沿海地区甲市区，拢有可能面临上大17级的强风侵袭，爱严防铁架看棒落来。尤其是在高雄这个区域，那这个对于市区的影响尤其在这个平地的这个影响，将会更来得更严峻。 叫市民一定爱特别细致，因为三道二风台可能为高雄定陆，无地形破坏，甲47年前伫高雄造成严重灾情的赛罗马风台路线正共。整个都飞走啊！哎呀，路上真的很乱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车子都侪拢会倒变过来。民众回想赛罗马风台，印象上深的是真侪厝的厝顶规个掀起。当时赛罗马是中级风台，即届三道二是强烈风台，专家预测有破坏性的风速。 高雄的基顶渡船早就靠港，高雄港嘛要求船只甲吊车这些设备拢要加强固定，搁严格管制船只进出。港口为10月初1 8点开始暂停所有船只进出港作业。港内的船只能够尽早来出港来避台风高雄规港风雨无大，不过下晡基顶海边已经有明显的风影。 中山大厦校区前这条路嘛，因为风影大甲规个海水现象化，顶届凯美风台高雄真侪栋大楼的地下室积淹水。三民区这栋社区大楼嘛，伫风台前进行风水闸门演练。为着防灾，未少民众修剪树尾幼枝，避免去风吹转去。岐山有查甫人为着捡放伫路边的电动机刷落落水圳，好甲再无性命危险。市政府嘛持续加强下水坑、开淹水路段的水沟清理，搁针对海边危险区域有封锁线，加派人员巡视，钓鱼热点嘛加派警察巡逻。若是有违规，就赶走，还是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